台北市大家区上无拢有一间亲子馆，目前已经有13间咯。这社会局表示讲，根据条件考核民调，亲子馆的满意度有8成以上，但是有无记团体是希望讲，这亲子馆会当增加无记相关的课程，满足囡仔学无记的需求。八关八家四界走，囡仔生活真欢喜。真侪囡仔伫台北市亲子馆耍，亲像南港的亲子馆，有摊会使甲囡仔互动，互囡仔了解生命教育。台北市社会局表示，根据研考会的民意调查，亲子馆的满意度有8成以上，是台北市各种场馆内底满意度上悬的。伊真爱来遮耍，啊，若内底耍了甚的是，伊就去外口耍耍。即个亲子馆足大，啊，佮有图啊，囡仔佮有课程会当参加，阮感觉足欢喜。台北市亲子馆互囡仔会当伫遮佚佗免钱的，也有办各种亲子课程，亲像南港亲子馆就有课程教囡仔美术、煮食、律动等等。但是就母语团体指出，亲子馆真罕得有台语文相关的课程。根据国家语言发展法，政府爱保障幼儿学习国家语言的机会，呼吁市府爱依法增加母语课程。唔单是办台语讲故事活动吼，其实会使做的代志有足侪的。即马亲子馆的活动类型其实足多元的，吼，你唔管是音乐方面的课、艺术的啦，吼，还是即个律动的。其实这足侪课你嘛会使改变这种台语来开，用其他的本土语言来开。关于多语啊，例如台语的绘本这部分，我们之前有开过相关的课程。那如果有一些家长期待会再增开的话，这个部分我们会纳入今年度来增加这个服务。母语团体建议台北市府会当甲台语加入现有的课程，也是开新的台语相关课程，来满足囡仔学母语的需求。也那社会局是表示，未来会甲台语课程列入规划，符合多元化的目标。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。